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13，咱要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1节到11节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圣神的温数，我爱恁了解。恁知，恁要是遇到道的时，出在人带去拜袂讲话偶像，所以我爱恁了解。所有受上帝神感动的人，无人会讲耶稣就受咒诅。若无受圣神感动，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温数真侪款，毋过赐温数的是同一位圣神。侍奉有真侪款，毋过是侍奉同一位主。做工有真侪款，毋过帮赞咱逐人去做逐项代志的是同一个上帝。圣神伫逐个人身上显明的，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。有人通过圣神得到传信息的智慧。有人根据同一位圣神得到传信息的知识，有人对同一位圣神得到信心，有人对同一位圣神得到医病的温数，有人得到行神业的温数，有人得到传上帝信息的温数。有人得到分别上帝的神甲别个神的温数，有人得到讲灵语的温数，有人得到解说灵语的温数。这一切拢是同一位圣神的运作，依照家己的意思，将无同款的温数分予大家人。保罗提醒所有的信徒，每一个人温数拢是上帝所赏赐，是圣神的感动来赐下的，无人是家己的才调。所以咱都爱知，咱的温数是为着来荣光上帝，利益别人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有气力，照伊的心意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